感知婆娘，咱就喜播欢乐新播客，轻松过周末。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欢乐新播客。侬把做感知婆娘的陪伴感时刻。那今天呀，来到我们欢乐新播客的这位嘉宾，他曾经来过，那这一次呢，他又带着新作品再次来到这里。到的大空着心那个最优秀的陪伴别介，那不是若用吧？就是哇。哎，他是一位歌手，也可以说是一位音乐人。他是谁呢？咱们通过短片一起来认识他。呀，娘的记得。这我上周看优秀那些，别介那些老巴东用张巴布。从一星期优秀中期人类张巴布腾出节主席演吧，四川星期若用腾出节出门，这我让嘎布说出节做脸吧。你都叫俺罗没给这前几理想吧罗马让些的些巴掌，你都这个罗啥什么那些他们没都着，咱们这啥什么那些啦，卡瓦道错哇，没了没什，他们没都是月。这不能把这里俺自己婆你个跟着的技能优秀的陪伴别介那些若用吧，这我上周了赢。来，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欢乐新播客，来自青海玉树的智王桑珠，有请。来是陪我录了，感谢嘞，感谢嘞，感谢用这样个自己婆娘的陪伴感谢语。感谢，我那天看中俺容易把这话送的赢啊，别人能啊，看没你去看个感触婆娘的了，哦，你把跟那个对，你么子人啊？是，对。第二次来哈，再次欢迎哈，感谢，谢谢。虽然是第二次来，但是智王桑珠我们平时也是私底下是很好的朋友，非常到你看这几年不仅创造了很多新的作品，对，而且这个语言表达能力也很强了，对不对？接下来咱们话不多说，对不对？就把这个舞台交给智王桑珠，有请智王桑珠给我们带来他优秀的作品。呀，大家今年的节目记得。哦，那么那天看中俺呢，别人个感触婆娘，这话上的赢。啊，等你唱的那个去那罢了啊！我这是一个上去天呢啊，中考这个了，优秀了啊，第八这个是那上去协议啊，电来还在能够做啊，你懂这个咯啊，大家都个那扎头就都个扎浪过背了的，这等是扎的就都个啊，我做排演了的嘞，等你演美啊，我做别个说说呢有就都个啊，老用了干么不错，我那种呢就都个就上去的了，专门改进切度。啊，对不对呢？你把它你他把那个人去喜欢你，对嘛？这类的呢，这上去呢，或者能够做大家做的，激动呢，或者能够做，于是第八这个是了蒙博的现在叫做他中考这周车的钱人都个是那个了，啊，怕就有就嘛的，对不起的叫做个当个是中考周的，这个在那全部去嘛的现在中考周没必要嘛的，对了，叫做个当个说，改接更多通，趁着加个龙吧。农气挪不能干啊，咋的用诺怕啥啊？你这得加入对吧？哦，等着等个，他等着装一个丢弃的就这个啦啊，当个做我容易个拍了，平原通的上，丢弃的了，等到这自动我呢，了等到这里啊，等你家去玻璃本那吧啊，俺了家就动，托可能现在把那改进去希望伊，等你他当个怎么做，能用点子呢？也不错想罢了。
出去心堂，热气放上进江村，露出一双金枝地。红的那马青，秋影啊青，插头没多情，答应多爹爹起来。来自婆娘，来自喜播欢乐新播客，轻松过周末，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互动环节。到这，我这个这婆娘的用脚配把个是月。赶紧去。再次和咱们知王桑珠见面了。对，不得不提到一首歌，那就是前段时间你看我到了咱们的青海，对，到了咱们四川的甘孜啊、理塘啊等等地啊，特别火，叫叫什么来着？我几乎都能猜出来啊。拉姆梅朵是吧？叫山歌的故乡是吗？那个是阿金老师的作品。拉姆梅朵，没错。对，拉姆梅朵，拉姆梅朵。其实这首歌就是咱那个前年康巴卫视第一届跨年晚会的时候准备的一首歌曲。对，然后那时候还没发行，然后发行那个咱那个跨年晚会一上之后，然后这首歌就家喻户晓。然后我也在那个抖音发了一下，就直接火了。哎呀，对，你看看2年的时间哈，当时怎么想着创作这样的一首歌呢？它的旋律有点偏快，是吧？对，其实这首歌有点新摇滚的感觉，里面也有电子，还有融入一些摇滚的素材，然后两种结合起来，我觉得应该叫新金属这种风格。对，然后这种风格还是比较少嘛，又有电子的风格，也有摇滚的风格，然后而且旋律就是脍炙人口，朗朗上口。所以人家就一下子能接受到嘟噜嘟噜，这个比较洗脑的一个，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可能记歌词我们记不住，对。但是你说嘟噜，对，这就是一点，对。这我们大他们没都是利用的那些那个去。刚能做那样，大家还就全部都安排一点啥了。你这里我去用这个俺这婆娘弄的，你知道个主播错了，利用的几片是吧？对。来，一起来欣赏。小巴德嘞，快慢亮题啊！
这等你看中去了看把家的拍一类些，拍一了这做啥送来？啊，这里大家都落人不嘛人做的，是啊，这里这次呢拍嘛带人做的。到以前呢，俺就是个容易用上把不是嘞，是，对不起，他拍人多，等我说开始就不动，我说那因为个毛衣上头出都得钱呢，就是个他用偏头的嘞，我说毛衣做起来的，咋话的了？拉塞，你。那因那就是拍印着呢，蒙车个那样子的这些噻，对，啊，你打老今年这个拿了9个3张那样蒙不行个，对，啊，你打蒙车个那都从头打这玩意么个那打月的个。啊，他的家伙叫我那的叫做个啥？他我做的看没都成的个那应该是说，啊，看做高雄，给啥家不动，周末加龙周末嘞，啊，对，等到这个打了时候，第二天的时候呢，等你那过节的呢，我说。啊，周末个，等到就是个中午的。啊啦耶，本安的我马西东那呀，过的咯，哒哒滴哒哒滴，这个摸了个些的，摸些的，等你看没都成的冷着，叫做个啊，工作俺那这天俺各种。这开始就不动，周末这个是，那是基本的没变没晓得。啊，等你拍起的热天，拍起就动了或者热的，拍起干嘛生到干嘛一跑等那玩意。我说开始就不动，周末热这个就老轻薄的。啊，第二是拍起干嘛压头就的。这专门来的啊。你冷着我告诉他就这个，国际的这个尽可能跑这个这么大些，国际那个我呢从这个外国先拿把kon当把我呢。叫做他当个做，别没那个摸了个早的，电上呢也还也不门这个个上也不晓得，这人呢俺他今个天上上了个到呢啊了，这拍起这个个上上，这个上呢我怎么嘛的，你叫做个我就样嘞，真的，叫做就来这个，啊啦耶，哒哩滴哒哒哒滴，啊哒滴，这就是来进入。我今天我听他看到他嘞，这起码我没得事嘞。等到真的是，我那种叫做个啥，我做电我做年动这个咯。你都这个了。就是的，等你叫做个他演人不，他这老用他了，可能刚刚这么叫的。这演个他演人不能做嘞，真的是等我做年动也没年咯，这个。这是过不来的他。那是啊，他就是个扎土所以呢啊，提了，我那种我是被没的，就是个gas也不推个的。我那种对不起的啊，那把错了，赶紧去洗碗，再去的嘞。那是的，你从这里我去打去个这边给啥家不动周末些的，连看的是呢，我如果考虑没得对，大概怎样子有呀，来。
年纪康中，俺那得人个家住婆娘，只话上着音啊，等你从的呢啊，去哪巴啦啊？我这是已经把个装修店呢，老穷菜的用家是不老用些的啊，等你啊菜呢还在能够做啊八上菜的啊，对我做重庆年轻空个啊，大的啊连给八子的，空个大那是蒙本的牛的。对不起，大家这个老穷菜的用家是男女个罗啥工作干，我是一种碰触大几个。弄来的，这用的可能当俺容易的啊，这呢或者大就这个我那种呢就这个大落的我的我做落啥的我的嘞，第二期的大嘎嘎注重怕嘛，本大才下人脏了个那个对呀不啊，干嘛总不做的嘞，第二期的当我说老穷车的用家是不老用些，你这样，这我那种呢，这男人我说他们你说空落啥公司可能碰出大几个男呢，嘎是也不透透的，第二就这个，今天把它改点去洗完衣，这呢啊那个没退的。啊，我说有种朋友他讲啦，下完浪头的各种的同样的啊，也这个积极的个这些面的小玩意，等你唱的呢，我说老穷菜的用这些不能用些的，我说这年纪这些的嘞。看天天天
捉的天，穷啊家起落又穷，落穷跟着阿龙球，等把朋友卡住的，落穷这里用家。落秋的金帐篷，落秋的金帐篷，落秋这里用家。现在问题来了，对，翁倩，如果凭你对她的了解，给她做一首歌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风格？那就唱那么味道了，那完蛋了，会唱歌吗？那么。